连一生活为义，即可成就大德行于道下女天的产生。所以修道者行诸事三思而后行，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家己的心。最重要爱注意家己的心，因为家己的心，咱今日修道爱修啊，对咱的道心啦。咱今日讲下来，咱讲的足简单啦，是咱过去咱老师嘛，甲咱讲，咱过去空间嘛，甲咱讲，咱拢爱念珠、赞珠，调书、结书，其实咱来做得到，不得了，先调书、结书，念珠、赞珠，背字咯，这背字若做袂好背，好安去正。咱甲正常，咱到调书、结书，无啦敢有念珠、赞珠？安尼所以这是虽然是这个简单的背字，这边做是啥？你若做会到，再我咱就听王兄你讲，我这一若听会听，我就成天啦，对无安尼你今日若我做真正把咱的内心，这个家己这个心修到来到迄个所在，哪安尼学会？好来，这个小主歌唱馆。有中国唱团内中讲一段啦记唱会既然甲唱会已经了，应有保罗的心，有甲保罗就是讲惊的心啦无怒害心，以一切有情起离的烦恼，对一切有情来讲，凡是动物精神，包括咱人相遇看，拢起利益烦恼的一款心，自比起者平等之心，以自比起者做咱平等的心，以念念正观，咱爱念念正观来讲，袂是念咱的念，咱念愈少，我咧讲念珠在珠，咱会念，咱也念一点，咱就袂去念别位。这你拢袂晓念，而且拢走去念别位，安尼所以咱若让念正观，不断的接触，不弃诸害，观一切法空，如是相分，何名观一切法空？所以咱若会当真正，唔通去学遐外境，甲咱这个心呢，去苦处，也会当呢，观一切法空，就如是相分咧讲，就是讲名观一切法中看，其实这是咱大家的一个目标，来努力，行者体观，现在一心，妄心随所缘起，如此之心，为因心故心，为不因心故。如是定种种的因缘中，修心必定不可得，如梦如幻，无明无相，逆时行者，相见心与生死，既见心与跑。咱今日讲起来，其实咱来当真正，现在这个一心，咱这个妄心是随这个因缘而起的啦。其实咱的真心甲妄心是善甲恶的一个差别。亲像讲，我这个手，我这个手若去救人，讲这是夫妻；我这个手若去杀人，讲这相助。安尼尔啦，我其实嘛，我这个手相助是这个手到要关，是靠我去关。你讲相助，相助一个手是相助的嘛这个手到要关就好啦。我人会使唔练啦，是关手来关人，所以妄心是随这个缘起，所以这个心呢，咱也知影，不为因心故，就袂因为这个心的缘故，
是来做种种的梦幻啦，即幻想啦吼。所以咱是安尼爱知影，心就是生死。咱若无见心的生死，其实若嘛无涅槃，所以其实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是你生死是有轮回，涅槃是无轮回，安尼是意思。意不得所观，也不得也不得灵观，不处不讲，不依不教，也不主一言啦言语得端，不可宣传，观心无心，即随风主，随福成空，即一切法皆空，心无所心，法不自法，足是忏悔，名大忏悔。咱讲的，若我做人真正，会当达到不处不讲，也不依不教，安尼话讲起来，这款物件无法度人用语言去讲言语说出，笔记中毋是这个，言语出是做结婚，这个是写的是做这个做操作的，这是做唔是做，这是不是做，唔是真正做啦。言语出是做结婚，那这个为讲是这个做已经唔叫差错不一样，所以言语得传不可宣传，所以不讲不可传，为什么话呢？无法度来讲，所以咱来讲不可传所以来咱达到真正法不自法，足是忏悔，名咱真正做大忏悔名破坏心即忏悔以是因缘心心一变，念念无助，如太空，虚空也不可得，究竟不可得，也不可得。主言消除三昧，光明照耀，万法显现，通达自然，通达如发现，究竟如空。为愿必如所愿咱达到安尼的自然，咱就会是呢光明照耀万法显现，其实一切万法不为无法，拢无法。其实所有一切法拢无法唯有对咱的自性心中去找出款物件，咱若当真正达到通达自然。光大无边海，其实咱的本性敢若海，无边无际，所以也是属太空。所以为愿安尼，咱的自然就当照咱的愿所愿是，大家注意用一真我要用一，要找回咱这个真我真我要哪找呢？找回我家己天性就是我。我的身体只不过是意志，我自己的天性如果沦落在罪恶情面中，为社会制造事端，制造问题，这就是这就是如同我们经营事业一样，把咱家己足够的稳定过了。除了这个就拢主持咱本来有足光明，也有足好的天性，但是因为轮到到这个世间受到污染的种种因缘，遇到种种的事的内底，所以就足多罪，就等于讲把咱的本事上好的本事输了，咱大家甲咱讲伊所好食福，是所福食福，本来足够的本事。要是叫无是报伊你是比如啦，无应该这个事就安尼解释啦但是要咱怎真正啦找到转来咱家己的我因为是讲要真正安怎找咱家己的我，就真正咱寒山寒山现在是无拍子我好听无拍子寒山是有归心之啦第一句第一首是讲啥？
可贵天然物，独因无看呢。咱汉生讲可贵可贵天然物，所以咱的注定因互咱这个上界可贵的啦。世间万物无比这项较可贵，独因无看呢，独因伊无看呢，无看啦。绿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要推无当看啦。要出入无门户的啦。唔知对对咧出入啦，咱过去拢唔知影，即摆知影，即摆有门户啦，知影啦吼。足是在往从这个掠是大对掠，足就是来掠啦，要掠大对掠，方寸。这嘛证明讲，我们今天得到真的慧觉佛菩萨慧觉大师伊所启示的这种人才共同实相，言是一切处，逆俗不信修。相逢不相识，言一切处，其实你的迄个可贵的天然物，言是延续的一切是大家都有偏好大，我今天但是呢，你若不信修，你若无相信，无接受啦，相逢不相识。虽然但是你见面成你唔捌，你唔捌咱十万外安尼要相互安尼唔捌，相逢拢唔捌联手啦伊讲伊家有一窟，阮兜有一窟窟中有一窟，迄个窟仔内底空空中无啥物件，清清空洞洞，清是空洞洞就是讲空空中无物，光滑明日日伊本来就足光的，就叫太阳之间。素食用衣服，食一寡较无好的饭，素食就是讲，毋是足好的饭啦是要用这个衣服，用这个身躯啦补衣加环境，补衣加这个环境的马体，人理千成天我有天成分，人理有千成发现，偌济圣母偌济菩萨。但是呢，就是咱家己有这个天成分，对啦，真的啦第三种呢，伊讲报你修行者，报咱修行人，进求喜乐行，咱干那会要达去进求，来乐心乐行，人有精灵物，无字服务，咱有这个精灵物无字。嘛无分，变怎写，变怎话拢无法度，好字灵灵，甲叫做打个音，有影叫老师看就看，叫耳孔听就听，叫食米就食，叫踩水就踩水，叫困就困，叫坐就坐，好字灵灵，稳处不离准，伊若稳下来无啥物分，所以咱大学讲正常讲。这控制这个药学，原是退动秘密，安尼所以讲稳处不离准，定明显不定明咱今日这道兄弟姊妹，咱爱好好来保护，唔让我抗不定优点分，唔通有一点点的这个个性的垃圾。讲什么大师这个政府话讲做不用修，但唔通有去明了，安尼所以咱这个自信本来就足清晰、足特别的，唔通因为咱就有去迄个分裂，有存咱去淡薄金安尼。是啦，讲咸物件都去了，摕了有分啦，还是淡薄金安尼。说第四首，讲说之将不报，说之不免害，讲者永远袂假。我怎么不做妖？我不做妖我要食什么食？不做妖会食唔对无？所以我不做妖要食讲食袂饱，也说之不免害。讲衫，我咧看人讲穿衫，敢若就讲原来有看啦，抱
客是饭要食好饱，一定爱食饭啦。也用伊方便通做穿衫甲袂寒啦。这是这个代志啦。这句话就是讲，咱爱真正一修啦，毋是当时讲的啦。不解心思量啦，袂晓了解啦也袂晓详细去甲思量啦只道求佛啦，敢若会晓讲要求佛无遐简单啦，难啦敢若我去做，调咱家里领人叫这个老汉去形容，阮一个师师一个去讲这道，讲这心量你讲的伤深啦，听无啦，难啦，听着无法度啦。安尼所以这就是来讲咱听得到唔难，咱听无难，外人听得难自道求佛难要求佛困难非心即是佛，其实讲要求佛难，为啊就你向外口求难，你若背心背讲反笑，心背到转来，这就是佛难。其实佛就是你手嘛，就是你的面头前嘛。讲到摆就是你的内心嘛，这个就吹。但你讲莫向外头看，莫向外头看，其实佛是爱向内观，安尼啦所以这个讲要真正如何实回，用心咱达成，找回咱达成啦所以讲，如果我们能发挥自己的天性，播下爱心的苗芽，建立同胞爱，不忘道之宗旨，唔通袂记这是道的宗旨啦为社会国家做创造福祉，为人世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发扬正确的文化思想，并充实自己对世人无所分享，而有所贡献，才不如之先。再把咱家己搁探讨上，找到上来就对了。咱若安尼做，较真正咱搁找回咱家己啦。所以要安怎真正，咱今日唔通袂去斗宗对宗旨，就是要敬天地礼敬人孝母，爱国忠恕。新朋友，体育忠贞，少计修真，改咱的脾气，改咱的毛病，所以这就是讲咱讲，这个道宗旨，咱应该大家爱了解，爱知影，唔通有亏欠啦，来，继续，因为今生有了真理的思论。伊是天性的一部分，所以咱今仔日有了这个真理的思论，所以是得道了后修道以来，咱拢受到足多前辈者真理的教育。其实这拢是真理的思论，也就是咱的天性的一部分。所以愈听道理，咱的心愈发展充满，咱愈快乐，愈明理，对咱修道大家对修道愈虔诚，再互我听王先生讲解家的修复，有影解家的修复，咱时常来去讲解修复，因为呢，咱时常是真理的教育，就是天性的诸部品，所以咱若有天性这诸部品，自然咱的身体就健康。咱现在都有咧食补品咱讲一下，有咧咩五宝什么锅的这个做什么猪肉什么哪后安尼就足侪物件，其实这补品拢咧补咱的身躯对身躯拢袂晓补，对心情拢袂晓补，所以拢互心情无情欲不良，咱是食大个啦。歹势我咧讲，毋是咧讲大补呀，咱这个马克哥就是减肥。也来迄个所以咱的心情拢是情欲不良，所以希望讲咱呢，真正会当好来接受这个真理的这个思论，这就是咱天性的一部分，道德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因为咱以前有道德的这样价值经历，咱
品德，咱的品德，咱嘛家己会搁较注重，也嘛搁较重，安尼啦所以这个讲道德加大，是有理想的人才行的啦这个要会当心理的滋润，这个做一个天然的滋补品，较实际做一个家庭，这是有理想的人才会当去听，当去讲，对心理做一个启示，除了加强提倡实践而进修，并要清净健康，这个体会好个体会咱对心理做一个启示。之外，主要加强提倡实践，所以咱今日修烦恼，唔是用嘴讲，爱实践。咱讲咱大家拢有句话，其实拢贯彻，开车某天然慈悲某山主慈悲某点门主慈悲甚至咱家己嘛讲哎哟慈悲慈悲真正有慈悲无？咱今日这个嘴慈悲无？当然食读者有啦安尼嘛，但是食会有形上慈悲，但是咱这个嘴真正有慈悲无？若有慈悲嘛袂使讲是非，嘛袂使骂人，嘛袂使讲遐无所不至，也袂使讲遐假话，慈悲。做一个人真正慈悲，考到一个人就无慈悲，安尼无？因为我这句话，伊考到一个人，我头我暗示一个人，有人只伊的优点去做呢，是专家的，你可连续袂几千年，比如讲就讲比如讲，我知影，阮的族谱，阮大舅嘛去走，我摕9代啦，到我的囝第10代。你就想，佮连续的几10代，像咱即摆拢已经是大约大家即摆是对这个电信讲，大家即摆拢做到第10代啦，你就是偌济，所以这个慈悲是干那用讲真正，你是你的内心流露出来，一般的情绪是正常，真正是你才真正所以就讲咱讲为中修真言啦这个物件是爱真正去实践，自修就是用讲，并孝亲正健康，真正会当良性健康，咱的自性如海，自性如海就知咱旁边嘛讲，万川的这个水流到大海拢动起来。迄水就是咸的嘛你搁热天的水、热头的水、热心的水，落到迄个海里拢就当咸无讲你这水天的落到气化水什么你无可能去甲南天的南遐说，所以因此咱的心情健康，这个健康人你这真正真正健康真正你家己你有体会这物件，若无去讲，咱人讲的拢做法讲，你去做，真正你我做人去做，安达够恢复智慧之外，甚至爱培养富咱的智慧之外，更重要的是我有去本身的真正主人，咱家己本身的真正主人。所以咱现在这个家庭要你要安怎去靠你的体会咱真正的家己，互咱家己真正做出，安尼啦所以咱若无真正找着咱家己的真正主人，安尼咱就家己的主人，所以不可再迷信，唔能够迷信。第5结论这人应报大福，面霜万疾，道德持足，自性相应，而不至太上之愿之福，即非但人生之本心，知时相通，万不知性，亦圆融一体，清清净净。咱
你世间的人灵应报大福，大福就是讲伊原来无断结果，像咱这个岛啊，咱这个岛啊，已经有察过自己本来这个福性啊，这个福就是讲无修息，所以真正要恢复到无修息的一番物件，要甲讲出现断性。但是率性唔能率到无下落一定啊！今日仔啊，反正来所讲啊，所以他在细汉伫咧做教会，他咧方便迄阵啊率性，是无感觉啥好，要到互人甲讲了后即摆唔敢去做教会开啊了，迄就无率性啊。但是咱即个较袂使你安尼是袂使啊，咱就已經出大啊，对无所以。咱先讲啊，要安怎真正达到这个境界，要应报大福，就是讲，这个无做作，他做善事的，无做作，他唔是讲我个性就是安尼率性嘛，我欢喜讲就讲，我讲安怎就安怎，嘛袂使安尼呢，有当时啊。